同款是食安的问题来看，这台南呢是有民众去一间食甲饱的饭店，毋过煞哪像食到这鸭爪的脚，互伊强要冰爆。也毋过服务人员呢是买回讲，迄是虾仔脚，毋是鸭爪脚，互当事人是无法度接受。即马卫生局已经派人去稽查，若有违规会要求改善。 台南有一个查甫人，15带女朋友去一间食甲饱的酒店，食到一半吐出来，因为夹到怪怪物件，哪像是食到鸭爪的脚。当时伊当场甲服务人员反映，酒店员工参多只甲伊解说这毋是鸭爪，是虾仔脚，互因无法度接受，气噗噗。是先在嘴巴里面吃到，然后这个东西其实很硬，然后而且它是吃到我上颚，所以其实有点痛。我就以为是异物，因为我刚好在吃凤螺，我以为是凤螺断裂的壳之类的，结果吐出来一看清楚才发现它是就是真的就是蟑螂的脚。就蟑螂吧，还不如给我一整只。因为我觉得上面还蛮多毛的，有点恶心。事后当事人嘛伫社群平台发文迄时的过程，认为整个过程互人感受凊彩准过，嘛无法度认同酒店的讲法。若实际去问吃虾的业者是讲，泰国虾的脚是较长，若白虾的脚会较弹光，参加做的脚差真济。泰国虾的脚伊会较白肤，啊较圆较长，哦，白虾的脚伊会较透明的色，哦啊较白肤。 面对防质疑酒店处理无妥当，卫生局嘛讲已经派人要去稽查，但酒店业者是出面回应，强调会检讨甲消费者之间沟通的误会，迈进一步了解这件代志的头尾。 那针对于食材的部分，不管是源头还有这个处理的过程，我们未来也会做全面的一个把关跟厘清。卫生局请业者落实自主管理。 加强内部稽核机制，自行监督改善。卫生局表示，若是环境甲食材保存有缺失，会要求业者限期改善。若复查无合格，就会以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罚6万以上2亿以下罚款。记者苏台南采访报道。